我哋建立咗一個名為善果追憶庫嘅服務，為每一位先人可以記錄低佢哋生前嘅點滴，保留珍貴嘅回憶，貫徹家族傳承嘅理念。我哋會將先人嘅影片編製成獨一無二嘅二維碼，將二維碼印喺龕位之內。親友嚟拜祭嘅時候，掃一掃二維碼，就能夠透過呢段珍貴嘅影片思念先人。就算日後未見過面嘅後人嚟到拜祭，亦都可以透過影片更加了解先人，即刻拉近幾代嘅距離啊！對於善果嘅追憶庫或者對我哋嘅服務有任何查詢，可以隨時打俾我哋啊！電話2121011021210110。安樂窩梗係要精挑細選，呢度服務環境保安都好好，而且價錢非常之相宜，善果善心成就美麗人生。爸爸媽媽俾我最好嘅成長環境，百行孝為先，幫家人規劃善終係為人子女嘅福氣。善果善心助你規劃善終，成就美麗人生。